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們早晨，弟兄姐妹早安，母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今日咧，我哋喺度咧，我哋最重要嘅目的咧係要敬拜我哋神嘅。今天我們在這裏一起的目的最重要是敬拜我們的神。我哋低頭禱告。我們低頭一起做個禱告。神啊，求你聖靈臨在我哋中間。神啊，求你的聖靈運行在我們中間，感動我哋，感動我們。聽你嘅話語，聽你的話語。我哋紀念世上所有嘅母親。我們紀念世界上所有的母親。最重要更加係要榮耀你嘅生命。最重要的，我們是要榮耀主你的名。阿們。阿們。以弗所書呢段經文咧提到我哋，當我哋嚟到神面前嘅時候咧，唔係呢個，唔係我想講呢個引言嗰度。好，以弗所書用這裡的經文告訴我們。請一首讀。好，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每一次我嚟到神嘅殿當中，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嘅責任。每一天我們到神的殿裡邊，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責任。咁今日咧就特別啲啦。今天比較特別啊。除咗我哋用詩章、頌詞同埋靈歌之外，除了我們用詩章、頌詞、靈歌之外，我哋要紀念呢個母親節啦。我們也要紀念今天是母親節。大家知唔知道母親節點樣嚟㗎？大家知道母親節的來源是怎樣的？咁110年之前啦。110年之前喺美國咧有一個女士叫做 Anna。在美國有一位女士，她名叫 Anna。咁咧佢咧係紀念佢嘅母親。她是紀念她的母親。咁咧喺最初紀念咧係一個教會裏邊紀念嘅。最初紀念是在一個教會裏邊紀念。所以我哋而家咧喺教會裏邊紀念母親節係應該㗎。所以現在我們在教會裏邊紀念母親節是應當的。喺一個喺呢個 Virginia 呢個地方啊。在維珍尼亞這個地方。咁咧美國嘅總統咧就呢個威爾遜總統啊。美國總統威爾遜。咁咧佢就喺呢個5月嘅第2個星期咧就定為係母親節嘅。他在每個月的每一年5月的第2個星期定為母親節。所以係咁樣嚟㗎。所以母親節的來源是這樣的。咁我哋都知道咧，每一個家庭咧都有一個母親㗎。我們都知道每個家庭裏邊都有一位母親。可能有啲家庭冇父親㗎。可能有些家庭是沒有父親的。但係母親咧係一定有嘅。可是母親是一定有的。好啦，咁有一個故事咧，同大家一個開始啦。現在用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開始。有一次咧喺沃爾瑪咧有一個應該係媽咪咧就推住個 BB。推住一個即係購物車，有個 BB 坐咗喺度嘅。有一次在一個 supermarket 商場裏邊，有一個母親手推着一個嬰孩在手推車上面。當時呢個 BB 咧猛咁喺度喊啊！當時這個小孩就不停地哭鬧。好似呢個 BB 咁啊，好得意啊！在圖畫上，這個小孩一樣。咁一路喊嘅時候咧，個媽咪點樣做咧？他不停地哭，那母親怎樣做呢？佢話 Alan 啊，你靜 Alan 啊 ，Ellen 啊 ，Alan 啊，你靜啲啦，你安靜啲啦，你安靜啲啦，咁樣講。當時這個母親就不停地說 Alan 啊，叫這個名字 Alan 啊，你要安靜，你安靜一點吧。講個 BB 一路喊啊。可是小孩就不停地哭。當佢去到俾錢嘅時候咧。當他們到了那個收銀員的地方的時候，收銀的地方，嗰個服務員咧就話：哇，媽咪，呢個媽咪你真係偉大啦，真係夠忍耐啦。當時這個收費員就稱讚他的母親，這位母親你真是夠忍耐力的。即係你個 BB Alan 即係喊得咁犀利，你都仍然能夠嚟到呢度，即係都係抵得住啊！你那個收費員就對這個母親說：你的小孩不停地哭，你還是可以有這麼大的愛心，這麼大的忍耐力，帶到他來這邊。咁咧，佢咧就以為呢個 Alan 就係個 BB 啊。
這個收費員就以為這個 Ellen 這個名字就是那個 baby 的名稱。後尾呢個媽咪咧就轉個頭同佢講 ，Ellen 就係我啊。可是這個母親轉過頭對那個收費員說：其實我就是 Ellen 啊。即係佢咧，其實一路咁樣求神啊，即係安慰咗自己，求即係希望自己能夠忍耐啲啊。原來其實他剛剛不停地說 Ellen 你要安靜，其實他是向上帝祈求，叫自己要安靜下來的。你哋有冇做過 Ellen 啊？你們有沒有做過 Ellen 啊？好激氣嘅就，哎呀，你唔係鬧個仔，係鬧自己啊！你們有沒有在生氣的時候，不是罵你們的兒女，是罵自己？咁啊，當然咧，做爸爸媽媽咧，即係尤其是啲細蚊仔細咧，係好辛苦嘅。當然，小朋友小的時候，我們做父母是比較辛苦的。你有冇覺得咧？如果咧你見到啊嗰啲嘅祖父祖母咧推住 BB 車嘅情況咧，同呢個父母推嘅 BB 車係唔同嘅。你們有沒有看見過祖父母帶小孩的時候，跟父母帶小孩是不一樣的？特別忍耐啊，特別開心噶。有冇啊？有冇覺得啊？那些媽媽奶奶，他們就特別的有愛心，特別的懂得忍耐。父母咧就係特別困難啲嘅，唔知點解。做父母是好像比較困難一點。所以有人話咧，我寧願咧做公公爺爺，做即係爺爺奶奶就好過做父母啊。所以有些人會說，我是比較喜歡成為一個grandparents 祖父母好比起做父母的時候，特別開心啊，特別驕傲啊，唔知點解嗰啲。那個快樂是比較大的，好像比較驕傲的。其實咧係好辛苦啊，我哋知道做父母好辛苦。細個嗰時啊，其實我們都知道，小孩小的時候，我們做父母都非常辛苦的。咁啊，首先介紹下咧《撒母耳記上》呢卷書咧有咩特別啊？好，首先我們介紹一下《撒母耳記上》這卷書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卷書其實係講三個嘅人物，重要嘅人物啦。這卷書裏邊有三個重要的人物。就係講到咧撒母耳啦，第一就是撒母耳，掃羅啦，第二就是掃羅，大衛，還有大衛。但係佢開始嘅時候咧，係介紹個媽咪先㗎。可是這卷書開始的時候是先介紹一個母親的，但係主要就係講緊呢三個人嘅。可是這個書卷裏邊最主要的都是說及這三個人物。有人話咧，當上帝咧要做一件大事嘅時候咧，有人說當上帝要做一件轟天動地的大事就先做一件大事的時候，佢咧就一定係揾個男人做嘅。他是會找一個男的，係咪啊？是嗎？一般都係啦，一般都是吧。但係咧，當上帝要做一件轟天動地嘅事咧，可是當上帝要做一件轟天動地的事的時候，佢一定要揾個女人出嚟先。他就一定會找一位女士啦。你哋呢有冇轟天動地嘅女人喺度啊？你們有做過轟天動地的大事？可能啊，可能你啲仔咧第時做啲轟天動地嘅事啊。可能以後你們的孩子會做的。所以咧，我哋見到聖經都係咁樣講噶。我們見到聖經也是這樣說的。呢個撒母耳咧就係上帝揀咗佢個媽先嘅，原來。原來撒母耳的母親是上帝先揀選的。大衛咧，大衛咧，你揀咗佢祖母啊，呢個路德揀咗先噶。上帝是先找他的祖母路德。好淒涼啊！他是比較苦的。所以每一個轟天動地嘅母親咧，都係好多困難噶。所以每一個轟天動地的母親都是有很大的困難在裏邊的。咁我哋知道以斯帖記啦，我們都知道以斯帖記。我哋都有個以斯帖喺度啊。咁咧，即係改變呢個國家嘅命運啊。以斯帖記的以斯帖，他是改變他的國家的命運的。耶穌個母親啦，又係揀咗耶穌個母親先啊。上帝也是先揀選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先啊。所以咧，偉大嘅母親咧，我話咧有三個嘅特點啊。所以我說偉大的母親，她有三個特點，三個標記，三個標記。睇下你哋有冇中晒啊？呢啲母親，看看你們身上有沒有這樣嘅情況。第一個咧就係好多困難。
第一個就是偉大的母親，她身上會有很多的困難的。你做母親有冇好多困難咧？姐妹們，你們做母親的有沒有很多的困難？有咧，你又有機會做偉大母親啦。冇咧就即係唔知會唔會啦，我都唔知啦。如果你們遇見很大的困難，不要灰心，因為你們是偉大的母親。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偉大嘅母親其實同我哋其實都係人嚟嘅。我們都知道偉大的母親，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一個人。佢頭咧唔係有個光圈啊，冇光圈㗎。他的頭上沒有那個光環。佢亦都係有血有肉嘅人。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但係咧，佢一般嚟講都係好多困難。一般來說做母親的都會遇到很多困難的。我哋呢度在座嘅每一個母親，你哋生活捱過咗咁多年，你有冇覺得好容易過咧？我們在位上，我們會堂裏邊的姐妹，是不是都感覺到不容易嘅人生？係好難㗎，都是很困難的。我都諗到我母親其實都唔簡單啊。所以牧師說，他也想念他的母親。佢都係流咗好多眼淚㗎，都係流咗好多眼淚，你一定流咗好多眼淚。做母親的一定流過很多眼淚的。好啦，咁啊呢度講到咧呢一段經文咧，第一點咧，我哋睇下咧呢段經文，請 Esther 幫我哋再讀多次。偉大嘅母親咧嘅偉大嘅有一巨大嘅困難。第一個標題係OK 1至3，一至總之讀呢一段。OK， 偉大的母親，她遇到的巨大的困難，在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索菲有一個以法蓮人名叫以利加拿，是叔父的玄孫，托戶的曾孫，以利戶的孫子，耶羅漢的兒子。他有2個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利拿。毗利拿有兒女，哈拿沒有兒女。毗利拿見耶和華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對頭，大大的激動他，要使他生氣。呢度講到咧，呢個一節經文、2節經文咧，就講到其實呢啲好嚴重嘅問題喺度。這2段經文就說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呢2節經文咧裏邊其實有好多嘅 emotion 喺度啊，好多嘅激情，好多嘅傷痛喺度啊。這幾節經文就是有很多的傷痛，很多的激情在裏邊的。第一，呢個男人有2個老婆喎，有冇搞錯啊？第一就是這個男的，他有2個老婆。大婆梗係肯定大婆啦，就係哈拿啦。他的第一個老婆就是哈拿了。沒有兒女啊，即係不育咁解啊。他沒有兒女，就是他沒有生育了。咁咧，第2個困難係咩啊？第2個困難是什麼？有個細婆生咗好多仔女啊，頂佢啊，喺度同佢作對。那第2個老婆太太就生了很多孩子，就為跟這個第1個老婆在作對了。我哋呢度冇姨婆喺度噶，應該冇，所以唔怕得罪人。係好辛苦噶，你個大婆你又冇仔生，咁樣人哋嗰個嘭嘭聲生仔女，你話佢喺度即係成日同你作對。那個沒有孩子的太太其實是很痛苦的，因為另外那個太太，她生了很多孩子，她常常好像就跟自己作對，所以她是有非常大的困苦在裏邊的。每年咧佢哋都會去過節嘅，猶太人要去耶路撒冷過節，唔係去示羅啊，呢陣時未有，佢哋去示羅嗰度咧去過節啦。猶太人每年在那個時候都會到示羅去過那個節的。過節咧做咩噶？過節是幹嘛的？食嘢啦，梗係。是吃東西的。大棚人食嘢，但係個個人佢嗰個比利拿咧有好多仔女一齊同佢食，咁咧你咧就冇人同你食飯。過節的時候就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飯，可是那個毗利拿他就有很多孩子，就跟他一起吃飯，可是哈拿就沒有了，他就是一個人在吃飯。唔係，可能佢哋都係一齊食噶。可能他們是一起吃。你諗下，好難過噶，人哋咁多仔女 happy，咁樣你又黐埋人哋嗰度，係好辛苦啊。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想象了，哈拿就自己一個人，沒有兒女在身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非常的痛苦的。因為他看見那個毗利拿，他就有很多兒女在他身邊一起吃飯。所以咧，佢係做咗一個禱告啊。所以哈拿就做了一個禱告。因為呢段經文好長咧，我就唔好
唔會讀晒出嚟嘅。經文比較長，我們不會全部都讀出來。佢話呢個係一個苦情啊，求耶和華顧念我呢個苦情啊。他說這是一個苦情，因為他說他是求告耶和華的時候就告訴神，這是我的一個苦情。佢求神俾個兒子我，賜俾佢一個兒子啊。他就向神求，神啊，你賜給我一個兒子吧。我哋記得咧，呢個雅各啊有2個老婆啊嗰陣時。我們也回想一下雅各，他也有2個太太。當呢個利亞生第一個兒子嘅時候，當利亞他生第2個兒子的時候，佢話感謝天父啊，顧念我嘅苦情啊，又係苦情啊。他禱告說，也是感謝主啊，你是紀念我的苦情的。1000多年前主前嘅呢個時代，1000多年前呢個時代咧，主前的1000多年以前，冇仔生咧係好大鑊，即係好凄涼嘅一件事啊。沒有孩子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家梗係唔係啦，而家唔知幾開心啊，唔使冇仔生。但係以前咧就唔係咁樣講啦。現代可能不一樣了，有些人都不喜歡孩子，可是古時的時候不一樣的，都需要有孩子的。冇越多仔女就越係有福氣嘅，人哋話你有福氣嘅。那個時候的人，如果孩子越多，是越大的福氣的。詩篇127節咧，27篇嗰度講過一個經文啦。詩篇127篇裏邊有說過這樣子的一個經文。兒女咧就係好似勇士嗰個箭袋嘅箭一樣啊。兒女就好像一個勇士，他的箭袋裏邊那些箭一樣。哇！你啲箭我得4支，你得1支，我叻啲，梗係啦。他們就會數算他們箭袋裏邊的箭有多少，就比較起來了。有一個猶太人嘅拉比嘅傳統啊，呢個唔係聖經啦，不過猶太人一個拉比嘅傳統啊，就未到啊。這是一個猶太人的拉比的傳統，這個不是聖經的，是猶太人那個拉比傳統。佢話咧，有幾種人咧係應該被上帝趕出離開呢個離開神嘅。他說有幾種人是應該會被上帝趕出的。第一個咧，佢話咧，猶太人咧有妻子冇仔女嘅人應該要被趕出去嘅。第一種要被趕出去的時候是沒有兒女的猶太人，就是娶老婆但係冇仔生冇女生，係要趕走去。那個太太給娶進來，沒有孩子生出來，就要把他趕走的。第二咧就係第一個人留咗猶太人冇結婚嘅人咧要被趕走啊。第一個係咁樣。第一個就是猶太人如果沒有結婚的話，也是會被趕出會堂的。第二個就有結婚但係冇仔女生，亦都係應該被趕走。第二個就是有結婚可是沒有兒女生出來，就也是要被趕出會堂的。所以我哋有啲聖經學者就話咧，保羅咧應該係結過婚嘅。可能有些聖經學者就說，可能保羅應該是有結過婚啦。因為呢個猶太人呢個係嗰個傳統係應該係咁樣做嘅。因為這個是猶太人的傳統說出來的。咁啊，第三個要被趕走嘅人咧，就係猶太猶太人結咗婚之後，個女咧，個妻子咧，10年之內冇生仔冇生女咧，10年之內個猶太人個老婆冇生仔冇生女。OK， 第三個要可能被趕出去的，就是一個人猶太的女子在結婚10年之內也沒有生下兒女的人。呢個人咧有2個選擇。這個人有2種選擇，一係個老公再娶多個。第一就是她的丈夫可以再娶一個妻子。第二咧就係離婚。第二就是要離婚啦。所以咧呢個明顯啦，好明顯咧，個以利加拿咧佢冇仔生啊嘛，哈拿冇仔生。很明顯的就是哈拿是沒有生出兒女的。冇辦法啦，就要娶多個啦。所以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就會娶另外一個妻子啦。呢個咧係一個猶太人一啲嘅傳統啊。這是猶太人的一些傳統說出來的。其實咧，我哋睇我哋周圍啲人咧。其實我們看我們身旁的人。我真係見過一啲人咧，因為生唔到仔，俾個老公即係離咗婚咁樣噶。
曾經真的有看過，那個太太沒有生出孩子就丈夫就跟她離婚了。有冇啊？你有冇見過呢啲咁嘅人啊？你們有沒有看過見過？有啊，有真的有。中國人咧都係好中意仔女噶，中國人都傳統啊，可能你唔係傳統就中國傳統思想都是非常喜歡兒女的。咁咧就係一個即係呢個係好大嘅困難，對於呢哈拿嚟講好大困難。所以這個也是對於哈拿來說是非常大的困難。好啦，講下不育呢件事啦。我們現在來說一下不能生育這件事情。有啲人未結婚啦，不過你唔知啊，我而家講未必係你啊。咁咧大概咧美國人嚟講咧係8對夫妻8個 couple 裏邊咧應該係有一個咧係冇仔生嘅。美國有個傳統計算，就是好像8對夫妻裏邊就有多少？有一對沒有生育的，8比1。所以咧大概咧美國嚟講咧有700幾萬嘅婦女係冇仔生嘅。所以美國來說有700多萬的婦女是沒有生育的。咁啊有12%係冇仔生嘅。這個就是12%沒有生出兒女的。可能而家會改變，因為而家好多人工啊，好多嘢可能會高啲啊，可能會高啲。現在已經現代可能有些改變啦。咁咧聖經裏邊咧係曾經不育嘅人都有好多喎。聖經裏邊有曾經不育的人物也很多。撒拉90歲都冇仔生啊。撒拉他90多歲也沒生出來。利百加都係結咗婚好耐都冇仔生。利百加也是。拉結亦都係。拉結也是。咁啊，耶穌基督個表哥即係嗰個即係個撒加利亞唔係施洗約翰嘅媽咪啊。施洗約翰的母親伊麗莎白。佢係好多年都冇仔生。他也是很多年都沒有兒女的。好多人咧係唔係一結婚就好多有仔女嘅。很多人都是不是一結婚以後都會有生出兒女來的。通常有幾個原因嘅。通常有幾個原因。可能咧呢個係當然係對好多婦女嚟講係好困難嘅。可能對於很多婦女來說是非常困難的。第一，可能神要你等候。第一就是可能神要你等候。第二咧，可能神要你想下可唔可以做領養咧？第二就是神可能要你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領養孩子。第三，可能咧神有一個特別嘅任務俾你。第三點就是可能神有一個特別的任務給你的。你係唔可以有仔女噶。你是不可以有孩子的。如果你去啲好危險嘅地方咧。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宣教嘅地方咧，好危險啊。去宣教的地方是很危險的。可能神就唔俾個仔女嚟。所以神可能不給你有孩子。有冇仔女咧？呢係神嘅意思啊。有沒有孩子都是神的意思。當然你都係祈禱啦。神啊，係咪我要即係呢個試管嬰兒咧？係咪咁樣啊？你都可以祈禱嘅。當然現在來說，你可以求神禱告，然後有試管嬰兒的成就的。好啦，咁啊講到第二個件事咧，偉大嘅母親咧，佢咩特點咧？係一個優先次序嘅智慧啊。第二點，我們講到偉大的母親，她那個優先次序的智慧啊。智慧。咁啊，讀一讀9至到12節啦。好，第9節，他們在示羅吃喝完了之後，哈拿就站起來，指示以利在耶和華殿的門框旁邊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裡愁苦，就痛哭泣，祈禱耶和華，許願說：萬軍之耶和華，你若垂顧婢女的苦情，眷戀不忘婢女，賜我一個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於耶和華，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祈禱，以利定睛看着他的嘴。呢度佢有啲咩計劃咧？佢有咩嘅智慧咧？這裏邊他有什麼智慧呢？佢有個先後次序嘅智慧。他有一個先後次序的智慧。佢知道只有上帝可以幫助佢。他知道只有上帝可以幫助他。點樣向神求咧？他怎樣向上帝求？許願啊！
他就許願啦。我哋好多時候都中意許願啊。我們很多時候都喜歡許願。我呢件事好困難，好困難。我有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係我求你幫助我做呢件事。我就求你了，神，你幫助我做這件事。大家都可以求的。如果神真係答應我咧，如果神真的答應的，我咧就會咁做啦。我就會這樣做了。係可以許願嘅。我們是可以許願的。好多時候神都會答應嘅。如果呢件事即係合乎神嘅心意啊。很多時候神都會應允我們的。如果這個事情我們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大家睇下佢係咪合神嘅心意咧？那我們看一下他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呢？佢話：如果你俾我呢個兒子咧，他說：如果你給我神啊，你給我這個兒子，我要佢終身服侍耶和華神。我就要他終身的侍奉耶和華神啦。後邊嗰句咧，即係話佢做一個分別為聖嘅人咁啊，不用剃頭刀咧，係一個拿細耳人嘅一個情況啊。後面那個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就是一個分別為聖的事情啦，就是做一個拿細耳人的。你估上帝中唔中意呢個祈禱咧？你們猜想上帝喜歡這個祈禱嗎？你祈禱咧，你希望係可以有個仔服侍神。你祈禱其實你是希望有個兒子可以侍奉神的。如果我係神，你係神，你中唔中意咧？如果我們是神，你喜歡嗎？一定中意啦，一定喜歡啦。其實咧，我媽媽咧都係有咁樣求嘅。其實牧師說，他母親也有這樣求。好細個佢都係咁求，佢係希望我哥咧係做傳道人嘅。很小的時候，他也是牧師的母親也希望他哥哥成為一個傳道人。但係我大哥就冇喎。可是他牧師的大哥沒有。我都唔知佢原來咁樣求咗，我都唔知佢冇諗過我要做嘅。牧師說沒有想過他母親會知道他牧師成為傳道人啦。佢係好想去，即係我哥做嘅。他其實母親是非常想他的大哥做的。呢度講到佢不住的祈禱啊。這裡說他在不住的禱告。即係唔係一次過，祈咗之後唔記得咗咁樣啊？他並不是只是祈禱一次，成日都係求呢件事。他常常的你俾我兒子，我就要一生侍奉你。他常常的求神，都是說你給我賜給我一個兒子，我就要我兒子終身的侍奉你的。咁呢度中間有一段嘢發生咧，就係佢祈得好迫切嘅時候咧。在中間他有一件事情發生，在他禱告很迫切的時候。咁有嗰個以利祭司見到佢嘴喐喐，以為佢飲醉酒啊。有一位祭司叫以利，他還以為他是喝醉了。呢個咧我哋唔多講啦。這個我們不多說。好啦，咁我哋睇下咧，林肯總統咧係美國嘅第16屆嘅總統啊。我們看一下林肯總統，他是美國第16屆的總統。佢話咧，一個有敬虔母親嘅人咧，他說有一個有敬虔母親的人，佢一定唔係窮人啦。他一定不是窮的啦。即係佢敬畏神嘅母親，因為那個敬畏神的母親一定唔會窮嘅。他一定不會窮。即係嗰個當然啦，你真係未必一定係幾百萬嗰啲啊。即係喺屬靈上面佢唔會窮嘅。當然，我們不是說有多少錢財，我們是說他在屬靈上面，他沒有貧窮的。佢嘅林肯嘅母親咧係自細養育佢嘅。林肯的母親從小就教養他。佢咧就係，但係佢9歲咧，佢媽咪就離開。他的母親9歲的時候就，雖然得9年嘅時間，就9歲的時候，他母親就離開他。雖然只有9年的時候，但係林肯總統話咧，佢個母親嘅祈禱啊，好似成日黐住佢咁啊。佢聽到佢個母親嘅祈禱，好似一生人可以跟住佢咁樣嘅。林總統他就說，他母親的禱告好像終身都在跟隨着他。咁咧呢個係好特別㗎。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好啦，咁咧跟住我哋講下咧，就係下一個第21節到第23節。Esther 讀一讀。好，第21節，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羅去了，要向耶和華獻年祭，並還許所許的願。哈拿和
哈拿卻沒有上去，對丈夫說：等孩子斷了來，我便帶他上去瞧見耶和華，使他永遠住在那裡。她丈夫以利加拿便說：就隨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兒子斷了來，但願耶和華應驗他的話。於是婦人在家裡乳養孩子，直到斷了奶。呢度咧有幾節經文已經出現咗一個字咧，就係咩字啊？這裡有幾節經文出現了一個字，斷咗奶。對，就是斷了奶。如果我哋今日嚟講，有咩特別咧？斷奶即係唔飲奶啫嘛，有咩特別咧？我們今天來說，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孩子不喝奶呢。即係已經夠咁上下大咧，就係唔飲奶咁解嘛。就是孩子長大了就不需要再喝奶，這樣子意思。其實第24節都仲有一個斷了奶，講咗4次斷了奶嘅。其實，在24節裡邊還有一個斷了奶，一共在幾節經文裡邊說了4次斷了奶。聖經講咗咁多次，其實有目的㗎。聖經說了這麼多次，是一定有它的目的的。斷咗奶咧，呢個意思唔係話佢唔飲奶咁解。斷奶的意思不是說他不再喝奶。當然佢係唔飲。你哋嗰啲 B B 係幾點鐘斷？唔係幾點鐘？幾歲？幾多歲啊？斷奶㗎？我唔記得咗啦。我們的孩子是幾歲斷奶？1歲。1歲左右吧。你哋都冇3、4歲㗎？有啊，3歲我都見過人係餵奶㗎。有3歲還會喝奶的孩子。嗱，咁啊斷咗奶呢個意思咧，即係話咧係一個 deal fully with， 即係話咧要完全嘅幫助佢。這個斷了奶的意思是完全的幫助他的意思。斷咗奶，你梗係要開始食啲硬少少嘅物質啦。斷奶之後，你就吃那些乾糧，比較副食品，對，吃副食品。其實即係呢度話，你喺雖然佢係唔飲你嗰啲奶啦。雖然說，他說不再喝你的奶啦，但其實呢句話咧，你要喺佢肉身上邊，同埋喺屬靈上邊，你都要教導佢噶。可是你要在他身體上邊，還有屬靈上邊，你還是要繼續教導他。即係你要將呢個點樣做一個人啊嗰樣嘢咧，你要教佢噶。你就要做母親的，你就要教他怎樣成為一個人。有一個心理學家咁樣講嘅。有一個心理學家，他這樣說。佢話咧，呢個 BB 到5歲嘅時間咧，係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小孩從出生到5歲嘅時候，這個時段裏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佢同我媽咪嗰個連接咧係好重要。他跟他母親的連接是非常的重要。一個 BB 飲奶嘅時候係成日都想飲啊，3個鐘頭要飲一次係嘛？一個 baby 嬰孩，他喝奶的不停的需要喝的，3個小時大概就需要了。所以佢同嗰個媽咪嗰個連接咧係好飢渴咧，希望即係個媽咪可以滿足佢嘅。當然，這個嬰孩他跟母親的連接，就是他非常的飢渴的時候，他就需要那個母親跟他有一個連接起來。如果你唔滿足佢嗰樣嘢咧，他就需要母親給他一個滿足。佢以後咧成長啦冇咁容易嘅。所以如果母親沒有給他滿足，他長大成長的時候，那個階段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咧0歲到6歲呢段時間係好重要。所以大概出生到6歲左右是非常重要的。咁呢度斷咗奶，其實即係話咧，佢喺嗰個即係屬靈嘅生命上面幫助佢㗎。這裡說他斷了奶，其實就是說在他屬靈的生命上要去給他一個幫助。因為佢知道佢嘅仔女要做咩啊？因為他知道他的孩子要做什麼。一生人喺聖殿服侍神嘛。就是一生都要在聖殿裡邊侍奉神。擺咗去聖殿就冇得攞翻噶啦，你就一生人就即係1年1次或者探下佢噶。把孩子放在聖殿裡邊侍奉神是沒有回來的，就只有母親1年1次去探望。所以你有咁豐富嘅人生經驗或者有咁豐富嘅屬靈經驗咧，你就要喺嗰段時間俾佢。所以作為一個母親，你所有的一個屬靈的經驗，你都要在那個出生到6歲之前都要給孩子教導。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準備。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準備。後邊有一段經文咧係點樣講咧？後面有一段經文怎麼說？係佢當佢另外再去過節嘅時候咧，當他另外去過節的時候，
佢話我唔過節，他說我不過節了，我要等我細蚊仔斷咗奶，我要等到我的孩子斷了奶，即係我繼續要扶持佢，我先至去過節。我唔即係過節係一個好開心嘅時間啦。本來過節是非常開心的，很多人每個人都願意到那邊聚會。可是他因為要為了教養孩子，所以他要等到孩子斷了奶。佢呢件事係擺喺最先嘅。他就把教養孩子這件事擺在最前面。所以咧到第三個重點咧就係講到咧一個偉大嘅母親咧係有一個偉大嘅計劃啊。所以到我們現在來分享第三點，一個偉大的母親，她就有一個偉大的計劃。佢點樣係幫助呢個仔點樣去成長咧？他怎樣去幫助這個孩子去成長？佢已經諗咗應該點做。他已經思考好了怎樣做。無論咩嘅有咩嘢發生，我都第一個重點係要俾佢一個屬靈嘅餵養啊。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第一點最重要的就是要給我孩子一個屬靈的餵養。即係嗰個斷奶嘅日子咧，就唔係而家咁短嘅，通常咧係到3年到5年嘅時間嘅。那個斷奶的日子，大概3年到5年的時候。係啊，將呢個屬靈嘅餵養俾過呢個小朋友啊。就是母親要把那個屬靈的餵養給那個小朋友啦。所以咧後來咧。撒母耳咧，佢母親後來生咗呢個兒子咧，撒母耳咧，佢就成為呢個以色列第一個先知啊。所以後來這個撒母耳就成為以色列第一個先知。佢係由佢揀2個君王啊，呢個以色列國。就是由撒母耳選出2個君王的，在以色列國裏邊。你話重唔重要啊？你們說是不是非常重要？佢又將個主力咧就係栽培喺個屬靈上面栽培呢個細蚊仔。所以因為這個哈拿就是非常重要的，把他的所有的屬靈的經驗都要栽培在那個撒母耳的身上。喺呢個大家知道咧士師記之後咧係到咩㗎？大家還記得嗎？士師記之後到什麼？路德記係嘛？就是到路德記。但係猶太人嘅聖經咧唔係咁樣排嘅。就是猶太人的聖經不是這樣排列的。猶太人嘅聖經係士師記之後就到撒母耳記上嘅。猶太人的聖經是士師記，然後就到撒母耳記上了。所以咧呢個撒母耳嘅出現係好重要啊。所以這個撒母耳出現是非常重要的。係佢成個國家開始嘅時候，就係呢個撒母耳先知喺撒母耳呢個先知喺度啊。因為整個國家開始的時候，這個撒母耳先知就在裏邊。所以咧我哋話咧，佢識得分邊啲重要，邊啲冇咁重要啊。所以我們說撒母耳是懂得分辨哪一種是重要，哪種不重要的。哈拿哈拿。咁我哋而家做媽咪嘅，你啲仔女成長，你最重要，你啲仔女係得到乜嘢咧？我們現在就看我們的孩子成長，你的孩子可以得到什麼？係咪最新款嘅 iPhone？是不是 iPhone 16？是不是你出嘅時代產品最新的都要給他？係最咩最重要啊？什麼是最重要？佢嗰個成長啊，你要滿足佢嗰種嘅屬靈嘅成長啊，同埋同佢一齊啊。其實是他孩子的屬靈的成長，你做母親的要跟他一起。好多時候我哋喺美國嘅時候，我都話：哎呀，呢個總統真係唔好啦，咁樣講啊。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有埋怨的，對於美國總統。但係我哋有冇諗過，我哋做母親嘅？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做母親的，我哋點樣去栽培未來嘅領袖呢？其實我們怎樣栽培未來的領袖？好似哈拿一樣，好像哈拿一樣，佢知道點樣去栽培佢細蚊仔，他就知道怎樣栽培他的兒子，等佢俾神可以用，就給獻孩子給神用。咁咧呢個偉大嘅母親咧係識得嗰個先後次序啊。一個偉大的母親，她知道那個先後的次序的。當時士師即係撒母耳呢段時間係發生咩事咧？當士師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士師記嘅時候咧，呢個當時以色列係一片混亂啊。當時以色列是一片混亂的。
跟我哋差唔多，跟我哋而家嘅時候差唔多啊。跟我們現在的時期差不多。各人中意做乜嘢就按自己嘅心意去做嘅時代。那個時候就是個人按自己喜歡的去做。係咪啊？而家都係咁樣啊。我們現代好像也是啊。我哋點樣去改變呢個時代咧？那我們怎樣去改變這個時代？由媽媽開始㗎。就由做母親開始。未做媽媽咧，就要諗定啊，點樣做偉大嘅媽媽。我們還沒成為母親，我們先思考一下，怎樣成為一個母親？點樣去做呢個時代一個工人咧？怎樣去做時代一個工人？呢個世界咁亂，這個世界這麼混亂。有啲人就話：呢個世界咁亂，不如唔好生咁多仔啦，唔好結婚啦，咁樣啊。有人咁講啊。有人說，因為世界混亂，那倒不如我們不生孩子了。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咧？可是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就係呢個世界咁亂，就是因為這個世界這麼混亂，所以更加需要神嘅僕人，即係有靈性嘅神嘅僕人去繼續喺呢個世界裏邊做一個影響力。就是因為世界這麼混亂，所以就是需要有主的僕人在這個世界上去做出一個屬靈的改變。係啦，即係唔係話，哎呀，我哋唔生啊，等啲回教徒生晒佢，咁啊慘啊！對，就是不能說我們基督徒不生養，就讓那些另外的信仰的人不停的生孩子。哇，佢哋係咁生，一個生10幾20個。他們不停的生養。第時美國咧選舉嗰陣時，基督徒你走人啦，你哋。就因為他們的人口比較多，所以有時候有機會啦。他們大家知道歐洲已經改變啦，歐洲法國同埋好多都係變咗回教徒嘅勢力㗎，已經變咗。現在可能大家都知道，歐洲那邊已經成為回教徒的勢力。你唔可以蝦呢啲回教徒啦，而家。我們不能欺負回教徒。美國而家慢慢行緊呢條路啦。美國現在回教徒也增長得很快啦。所以咧，求神俾你未做媽媽嘅，係諗下點做媽媽啦。即係唔係唔生就係一個決定啊。可能就生多啲敬虔嘅後裔。所以我們還沒成為母親的，就好好思考一下，我們是不是為神國生養多一點金錢的後裔？我哋知道咧，即係做一個媽媽係有付好大嘅代價。我們知道做一個母親，她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呢個哈拿係一個典型嘅例子啊。哈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啦。佢咧就佢有好大嘅困難。他有非常大的困難。我相信你哋每一個做媽咪，你都流過好多眼淚啊。我相信每一位母親都曾經流下很多眼淚。你為你嘅仔女付出好多好多。你都為你的孩子們付出很多。可能到啲仔女結咗婚嗰時，做人父母佢先知道嘅。可能有機會，他們孩子們自己成為父母的時候，才會理解父母的心。我都係咁啊！哎呀，原來父親咁樣噶，哇，咁多嘢做噶，我都冇諗過，原來真係咁多嘢做噶。牧師也說自己成為了父親之後，才知道父母的責任有多麼的偉大。咁有少少嘅應用啦。有一點點的應用跟大家分享。第一咧，無論你喺神面前有仔生或者冇仔生。第一點就是，在神面前，不論你有孩子還是沒有孩子，神一樣咁愛你。我們要知道，神還是這麼愛我們的。冇仔生，神一樣愛你。沒有生孩子，神一樣愛你。生好多都係神愛你。生養眾多，神還是非常愛你的。呢個即係唔好話有仔就一定好啲，冇仔又冇咁好。神無論我哋什麼情況咧，神都係愛我哋嘅。所以我們不要胡亂的猜想，無論我們有孩子還是沒有孩子，神還是一樣的愛我們的。但係我哋知道咧，我哋會遇到好多困難啊。可是我們都知道，我們都會遇到很多困難。但係我哋點樣去面對咧？可是我們怎樣去面對呢？咁啊，最後有一個小嘅故事嚟結束啦。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嚟結束。咁啊，有一次咧，有一對基督徒夫婦啦，佢就將個嬰兒咧就奉獻喺教會度奉獻禮啊。有一對夫婦，他們就把那個嬰孩在在教會裏邊做一個嬰孩的奉獻禮。我哋都有做過啊。我們都有做的。即係奉獻禮完咗咧，嗰
個家人咧就抱咗個 BB 就即係坐車翻屋企啦。奉獻完之後，他那對父母就帶着嬰孩回家了，坐車揸車翻屋企啊，開車回家。咁咧揸下車嘅時候，後邊咧個哥哥咧喺度大聲喊啊。開車嘅時候，那個有一個小哥哥就在哭鬧，在車後。佢話：哎呀，咁啊嗰個爹哋就問嗰個大哥哥啊，你喊乜嘢啊？那個父親就問那個大哥哥：你在哭什麼？哎呀，因為頭先嗰個牧師話咧，要將你個細蚊仔交俾即係主耶穌啊。因為剛剛那個牧師就說要把我們的小嬰孩就交到主耶穌了，交給即係做一個基督教嘅家庭，基督化嘅家庭啊，就成為一個基督化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咁樣佢話咁即係咩意思咩？即係話我唔想離開我父母啊。那個大哥哥就說我不想離開我的父母。即係意思咩咧？這個意思是什麼？即係個父母唔係好似基督徒啊嘛。因為那對父母他們的行為沒有很像基督徒。所以佢話：哎呀，我唔想即係好同啲基督徒一樣啊嘛。那個小哥哥就說：我不想跟基督徒一樣咧。即係其實提醒我哋咧，即係要做一個榜樣啊。其實這個小故事就提醒我們做父母的要有一個榜樣。我哋低頭禱告。我們低頭一起做個禱告。神啊，多謝你賜俾我哋有好偉大嘅媽媽。神啊，感謝你賜給我們有偉大的母親。佢哋真係喺呢個世間上付出好多好多。母親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是付出的非常多的。佢哋都流咗好多嘅眼淚。做母親的都流過很多眼淚。神啊，你仍然使到佢養育我哋。神啊，你還是使用母親來養育孩子。求神你感動我哋嘅下一代。求神你感動我們的下一代。你嘅聖靈喺我哋當中運行。你的聖靈在我們當中運行。讓我哋不灰心嘅，好似哈拿一樣，不斷嘅為仔女嚟祈禱。讓我們像哈拿一樣，沒有灰心的，不停的向為我們的孩子祈禱。我哋對神有一個嘅計劃。我們對神有一個計劃。求神都使用我哋所有嘅呢度嘅每一個母親。求神使用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母親。奉耶穌基督名求。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阿門。